而在下营中心佛堂那边的时候开的班呢，经上就是有术士立清口愿，清口以上经赞。因缘果报，因缘际会数，果报还自受。诵经千百句，所作为不忘，因缘际会数，果报还自受。布施智慧得智慧，布施医疗资讯医药得健康，不畏施得健康，法师得智慧。才10岁消冤亲债障。